有啲人都會知道自己曾經試過有胃酸倒流，亦都有啲可能咧，佢不嬲都成日會有呢個咁嘅情況發生。如果唔去治療嘅話咧，當然會令到自己唔舒服啦。其實仲有啲咩長期影響咧？最大長期影響當然變咗佢個食道漸漸開始，因為佢成日咁樣令到佢嗰個灼傷佢啦。最擔心咧就叫做 Barrett's esophagus。點為之叫 Barrett's esophagus？就將佢嗰個食道底下個交界嗰度啊，佢嗰度其實基本上係一個好扁嘅細胞重疊咁樣嚟到係保護住嗰度個地方嘅。但係如果你時時都用嗰個有胃酸去刺激佢的話咧，開始個細胞會改變，變成乜嘢咧？變成好似腸狀嘅細胞，一變化的話咧，呢個咧就驚住第時咧變咗會食道癌。變嗰陣未算字，係未知道係食癌嘅先兆。如果繼續都唔去解決呢個問題嘅話，繼續去刺激佢嘅話咧，佢嗰個細胞就開始繼續去改變，改變的話咧就好容易會變成食道癌。